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鲁克的艾莎、妇女分会负责人祖姆雷特·埃尔肯和挪威维吾尔协会负责人阿迪江·阿布杜热伊姆于5月5日会见了挪威前外交部长伊内·埃里克森。据报道，会议期间，双方就挪威议会如何帮助维吾尔人交换了意见。加拿大太阳能公司在东突厥散有工厂，有报告称该公司在中国雇佣维吾尔奴工。最近，该公司承诺愿意就维吾尔奴工问题进行独立调查。加拿大太阳能公司在东突厥散建造光伏电站，总部位于安省桂湖。该公司在中国与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合作，保利协鑫工厂雇佣的员工中，许多人是维吾尔人。太阳能公司投资者关系总监张艺莎周一在对《环球邮报》提问的书面答复中表示，该公司会做独立调查，但没有提及调查是否会公开进行，也没有做进一步说明。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关于全球被监禁记者的最新报告，截至2021年12月1日，全球共有293名记者入狱，其中22名来自东突厥散的维吾尔记者，占中国被监禁记者的44%和全球被监禁记者的7.5%。湖南长沙楼房倒塌事故，救援人员至今救出10人，并发现26名遇难者。长沙市长郑建新说，星期四凌晨救出的第10名被困人士生命体征平稳。这栋楼房是在上星期五倒塌，造成23人被困。事发现场附近有39人失踪。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签署法令，将在6月5日举行修宪全民公投。托卡耶夫本年初在告人民书中宣布即将进行政治改革，其中他赞同将哈萨克斯坦政体从总统制完全转变为总统议会制。托卡耶夫总统在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4月29日议会上发言时建议，在全民公投上提出宪法修订问题。缅甸军政府取消由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批准的26个中国支持的太阳能项目，并将其称违反招标规则的公司列入黑名单。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上班日，北京已有超过60个地铁站被封停运，交通受阻。疫情重灾的朝阳区周四开始也全面实行居家办公。为了减少人员流动，北京周三扩大关闭地铁站，至今已有64个地铁站被封停运，大部分位于疫情最严重的朝阳区。北京在4日的疫情防控发布会上宣布，继大望路站、环球度假区站封站后，自5月4日起，增加封闭14条线路的62座车站出入口，停止进出站、乘换站可实现站内乘换。同时，全市中小学、幼儿园、中等职业学校暂停到校上课1周。